南瓜椰汁千層糕好睇又好食，仲可以作為生日蛋糕用。Q 彈而且係完全諗唔到椰漿同埋南瓜係咁夾㗎。屋企嗰兩個小朋友超中意，材料同埋做法都非常之簡單。200克嘅老南瓜，再嚟加150克嘅砂糖，呢個做出嚟嘅甜度啱啱好。加多500毫升嘅清水，冚唪唥擺晒個破壁機度。選擇快速豆漿功能，順手煮埋熟佢。等緊嘅時候，我哋嚟開個粉漿，馬蹄粉同周星牌半斤裝嘅。攞2個一次性杯將佢分成2杯，唔需要稱重，黃漿部分稍微多少少。1杯馬蹄粉，2杯清水，冚唪唥攪勻佢，擺埋一邊先。南瓜打好之後，將佢擺落個煲度煮翻滾佢。因為要攞嚟調個生熟漿，所以溫度一定要上嚟。煮滾咗之後呢，就轉佢最細火。因為家下天氣凍，所以調到最細火嚟開個生熟漿。夏天嘅話就可以關火啦。粉漿擺咗一陣間之後會分層嘅，用之前要充分攪勻佢。煨1盒粉漿出嚟，擺落去南瓜汁度，快速攪拌，咁佢就會變成呢一個濃稠狀態。咁個熟漿就調好啦，家陣就可以關火啦。再嚟將呢個熟漿撞落去生漿入面，呢個就叫做生熟漿。冚唪唥攪勻晒之後，再嚟攞去過篩，咁呢個黃漿部分就搞掂啦。因為馬蹄粉會有啲雜質嘅，所以一定要過篩。白漿部分就好簡單嘅，1杯馬蹄粉，1盒牛奶，再加1罐椰漿，最後擠多幾圈煉奶，咁呢個白漿部分就搞掂啦。冚唪唥攪勻晒佢，同樣要攞去過篩。白漿部分嘅濃稠度已經夠晒㗎啦，所以唔使調生熟漿都 OK 㗎。2個粉漿搞掂之後，攞翻呢個一次性杯嚟蒸糕。模具用呢一個耐高溫嘅硅膠模具蒸出嚟好靚仔，可以當生日蛋糕用。第一層同埋最後嗰一層都係用黃漿，咁樣蒸出嚟會好靚㗎。黃漿倒喺邊邊度同埋中間位置，出嚟就係好靚嘅太陽花。蒸佢3到5分鐘，見到佢轉晒色 OK 嘅啦，再嚟加1杯白漿。用中火嚟蒸，唔好咁大火，就係咁樣一層一層梅花間竹咁蒸。每一層蒸佢3到5分鐘左右，而最後一層就要蒸佢8到10分鐘。千層糕係我哋廣東嘅經典懷舊糕點，好多人都好中意食。蒸好之後完全攤凍晒就好好脫模㗎。就嚟新年啦，好多人都中意喺屋企蒸糕嘅，如意蒸蒸日上，步步高升。今年可以試下蒸翻個南瓜椰汁千層糕，好睇又好食，而且呢個顏色金金黃黃，好喜慶。Hello 雪，係再見啦，拜拜。